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都咱请黄牧师也得发起活水涌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世上，你知道我们所喝的水是还会让我们不断的觉得干渴的。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却永远不渴。求主你今天就将这活水的泉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涌出活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宇翔执事读的这段经文是描写耶稣他在某一天的日正当中的时候，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当时耶稣他觉得非常的口渴。然后呢，他就走到一个井旁，然后在那边想要等待，或者是有谁可以打水，从这个井里面打水给他喝。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了井旁打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有5次失败的婚姻，而她现在呢
候，还和一位男士同居。所以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妇人。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让人对她议论纷纷，通常撒玛利亚的妇人都是在清晨的时候比较不那么炎热、比较舒适的时候来打水。只有她，为了逃避众人的视线跟目光，她就正中午正热的时候，她出来打水。当她看见耶稣就坐在井旁的时候，开始产生防备之心，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之间因着宗教、文化上等等的差异，平常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往来的。面对这位充满戒心、提防心的撒玛利亚妇人呢，耶稣他主动开启了对话。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面对不同族群、不同的宗教文化，面对充满防备、敌意的人的心，耶稣主动敞开启了对话，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耶稣首先要让撒玛利亚妇人知道，在这个时刻，我跟你一样，都是很口渴的人，在生理上我们都有口渴，想要喝水这样子的需要。再来呢，因为传道，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虽然有很多人欢迎他、赞许他，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是敌对他的，特别是跟他同族同乡的人是不欢迎他的。所以耶稣也要让他知道，同样身为一个不受欢迎、不受自己族群欢迎的人，耶稣能体会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他能体会他的无奈跟心酸。撒玛利亚妇人的生理状态，因为她是在口渴的状态，也反映出她干渴的生命状态。生理上的干渴，我们口渴马上立即就可以知道，我们会有想要找水喝的，我们找到本能啊，我们人的本能，口渴了就会想要找水喝。但是生命的干渴，往往像温水里的青蛙。生命的干渴，往往让我们只像温水中的青蛙，只能眼睁睁、不由自主地走向死亡。我们好像对这个旅程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子一直堕落，一直继续的无奈，继续的干渴下去。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将自己的未来的幸福，她的期盼投射在另外一半的身上，所以她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5次的婚姻，包括现在同居的情况，我们也很容易如此。我们也很容易常常执着在自己可以掌握的人事物，我们可能常常会将我们的盼望放在错误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把盼望放在父母的身上，但是我们会发现父母对我们要求的往往比自己所能负担的还要多，因为青出于蓝总是想要胜于蓝，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情。有的时候我们把盼望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我们会发现，因为世代交替、世代的差异，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有冲突就不错了。身为父母的，何苦把自己的盼望放在孩子身上呢？很多时候我们把盼望放在成绩、我们的绩效身上，但是我们会常常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然后当我们把我们的未来的盼望放在另一半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另一半的缺点，我们永远都可以从另一半的身上，我们永远无法从另一半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当我们把盼望放在上司、主管的身上，我们会发现我们永远填不满上司、主管的欲望，因为好永远都还要再更好。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同事、同学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常常像个变色龙一样，不断的推陈出新，维持一种平衡又微妙的关系。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客户的身上，我们会发现，
我们客户的眼光常常游移不定，一直在搜寻新鲜的事物，还有可以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刺激的商品。我们常常和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在生命的历程中充满错误的执着与期待。我们常常任由自己处在一种干渴、永远欲求不满的这种状态。我们来看看耶稣今天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就是今天的经文13节、14节。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前面的 PPT 上面也有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的，当我们一直在这个世上要找水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断的还会再渴。但是耶稣说，若喝他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因为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泉源啊，自然涌泉涌出来的，直涌到永生。撒玛利亚妇人在与耶稣交谈以后，她总算明白了耶稣的意思。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都应当要明白。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乐团，今天有3位乐团的团员们他们的见证分享，看他们如何从对于现实世界当中的执着转向耶稣，得着圣灵的帮助，得到活水的泉源，得着那从生命中自然涌出永不干渴的力量，然后他们就可以勇敢地与过去的执着与挫折来告别。首先，我们来聆听吴以轩姐妹的生命见证，请以轩姐妹。那个家庭长大，就是我的阿公阿嬷都有很好的信仰，但是我在家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有一段日子我是很不相信这信仰，我很排斥，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来教会？为什么我要参加主日学？为什么我要到少气里面？为什么我要在亲戚？为什么我要在乐团里面？我曾经有一段很叛逆的日子，但是当我重新再一次的认识主耶稣以后，我决定我不再离开神。3年前，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但3年后的现在，我跟我的妹妹拥有3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店面，卖全台湾最好吃的煎饼果子和饭团，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记得在刚开始的创业的第1年的时候，是我人生有印象以来是我最痛苦，然后哭最多的1年，因为在那1年里面，我的父亲非常不支持我做就是要来卖吃的。他说：“你研究所都毕业了，你去做吃的有前途吗？硕士念到硕士，你还做什么吃的啊？你为什么不好好去上个班？”这应该是每个父母都会对自己小孩说：“你书都读这么多了，为什么你还要去做这个吃的？”那1年里面，我其实真的非常痛苦，就是因为觉得连我的家人都不支持我做这个东西。然后我每天辛辛苦苦拖着菜，然后从菜市场回来，然后到所有被要到去摊位前面卖的时候，到全部结束回到家休息，我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情，拿起我的枕头捂住我的脸，开始大叫：“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研究所就不能卖吃的？你有规定吗？你有说圣经没有写说研究所就是不能卖吃的？我怎么样？我读到硕士就不能卖吃的吗？主啊，我真的想要做出好的美食给大家吃，难道我错了吗？主，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做这个事情，我想要做成功，我要证明给我的父亲看，我就是做得到，怎么可能做不到？”然后我就是一直抱着这种主耶稣，求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我内心很软弱，求你一定要使我刚强。还有，我每天看着我摊子的前面的斜对角的葱油饼，30年的老店，每天排的队伍就是那么长。上帝，我哪一天可以超越他？我哪天我的人要超越他？主啊，我好想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同心合一的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我好像缺了一只手。我觉得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可不可以有个人同心合一的跟我一起做这件事，做这个美食，可以把这个美食发扬光大？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在我的摊位前面，我的人已经超越了葱油饼。
葱油饼的人可能5个人的时候，我就有10个人；他10个人的时候，我就15个人。我的人已经排到超越他的店面，还排到他店门口，就是这么夸张。然后呢，每个学生，当我当天很沮丧，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我生意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翻转的时候，前面可能同学就走过去，我跟你讲，这家煎饼果子超好吃，这家惊为天人。哎，我跟你讲，这个老板娘超正的，赶快来吃。他们大概就会用无形中派一些小天使在我生命当中来鼓励我，所以我就这样撑下去了。最重要的是，上帝派了一个人可以跟我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只有他能容忍我的脾气，只有他能跟我一起努力的向前，只有他可以跟我一起，他就是我的妹妹李佳。所以在他跟我一起做以后呢，我们在第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了我们的第2家店，就是北车店。我们在北车开了我们第2家是真的有店面的店。那一开始呢，我们2个是充满了冲劲，充满了信心，就是我绝对要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每天就是很努力，我跟我妹妹就是很努力的在做。就做着做着，到我们开北车店的第6个月的时候，得知了一个消息，我们在网络上刷那个网络，看到一个网络介绍美食最大的平台，他们介绍了一家煎饼果子，在台湾卖煎饼果子的很少，然后那家煎饼果子从招牌、口味、店面、布帘，全部都是模仿我们的。我们看到的时候想说，他们怎么没有来报我？怎么是报那个人？他全部都是抄袭我们的，怎么可以？我回家我头好痛，我就真的也是那时候几乎1个月，我每天回家也都是在哭，我都一直哭着跟上帝说，上帝这样不对吧？我跟我妹妹这么努力，现在我跟我妹妹都一起做了，而且我也把我妹妹拖下水一起做了。她每天跟我这样子奋斗，我不忍心看她跟我一起这么的痛苦。上帝把我带到这个阶段了，你不会就这样子把我丢弃了吧？我那时候那1个月其实真的很伤心，觉得说我到底该怎么翻转？而且那时候我不想靠家里，所以我也没有钱去把我的店做行销，在网络上打广告，因为在网络上打广告都要非常的贵，随便叫个电视台来拍都要6万、10万。我想说，我没办法做到，那到底要怎么办？我妹妹每天跟着我在吃苦。结果有一天晚上，我们准备要收店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喂，你好，请问你是就是爱煎饼果子的老板吗？我想说，我已经在这么痛苦了，你是谁还打来乱？就是那个他口气是很严肃，你是就是爱的老板吗？然后我就深吸一口气，是啊。然后他就说，你好，我是台视的记者，我昨天我的朋友有去买你们的煎饼果子，他拍照给我看，他说你们这个在台湾很少见，而且你们东西好看又好吃，我很想来对你们做一个专题的访问。我第2句话就说，你这是不是要钱？你们是不是6万5千块？还会帮我剪接，还会帮我打那个在电视上播完以后，影片还会寄给我，是不是要6万块？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都不用钱哦，我们免费的帮你做1整天的专访。就这样，一开始我以为是一场梦，原来神其实一直都有在听我的祷告。他在我每天晚上在哭的时候，他其实都在安慰。他告诉我说，以璇，时间还没到，以璇，时间还没到。当到的时候，他一出手，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电视台会来拍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台视的记者会打给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在电视台打广告就是要花这么多钱啊，谁会免费帮你扛了一台大摄影机，然后呢开着他的采访车，然后用外派的记者跟你一整天，从早上开始备料，一直到店里面，他整个都跟着你。再来更神奇的是，我们没有预想到当天记者在拍摄的时候，现场会来这么多的人，从来都不是在我们预想。那时候我们有告诉请教会的兄弟们还有牧师们，就是当天因为我们很怕说当天的人数会不好看，所以会请牧师还有一些青年们一起到我们现场，就是帮我们助阵一下。那当天到现场的教会就来了4位，其他的全部都是当天来到现场的客人。当那个记者还跟我们讲说，吓死人！你们每天这么多人，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访问啊？拜托你们一定要留时间给我们。所以他们那天留到了很晚，然后对我跟我妹妹做了专访，最后也在电视上播出了。而且他告诉我说，播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12月15号。12月15号是什么日子？
是我爸爸的生日，还要跟我爸爸说，我做到了。神要告诉我爸爸说，我做到了。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在我的掌握之中，也不是我能预料的，这是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最后呢，就是要非常感谢我生命中有很多上帝派来的小天使，常常到我们的店里面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关心。然后在今年的疫情爆发的这一年，上帝没有让我缺乏，上帝没有让我的营业额减少，反而让我的营业额增加，并且我在今年的7月开了我的第3家店，在和平。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3间店，这一切都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这张照片呢，是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在每一年新年的时候会抽一个红包袋，经文红包袋，上面写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神其实一直都在，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跟我们唯一的拯救。脑补的曲。生命泉源力量在。
是的，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能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困境。接着，我们就来聆听林子瑜姐妹的生命见证。大家平安。平安。我今天要很赤裸的跟大家分享我在感情上面是如何经历上帝。大学的4年，我除了好好读书，然后参加球队，我也跟现在大学生一样，就是修了爱情学分，而且修好修满。从大一就开始，那除了和对方的很契合的关系，朋友跟家人之间也是非常的契合。那这也让我默默在心中就规划起许多未来的小蓝图这样子。对，那研究所推甄上第1志愿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的感觉。对，但是就在研究所才开学没多久之后，我就接到一通电话，被告知分手。然后挂电话当下，其实我第一个求助的对象就是在我身边的家人。对，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就是大家陪我哭得很惨之外，是我第一次看到我阿嬷关在房间哭超久。对，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太多共同的朋友，所以我担心就是很多人会不经意、不知情所以不经意的问起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是选择在 FB 还有 IG 就是社群网站上面公布我自己分手的消息。对，那其实我是一个在感情上面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在分手那天之后，我一直没有办法承认跟面对这件事情。那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努力这么久，我付出这么多，那为什么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个样子？对。那在同年的11月底，我还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外公，跟我感情很好的外公，就是他癌症末期的消息。然后当时我埋怨过上帝，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人生就是我所经历最大的痛苦，在同一个时间点放在我身上？但其实现在回头看，就我更多是感谢这份信仰，因为他在我最得志的时候，他主动帮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我给你越多的打击，你才知道你有多的软弱，才不会一直依靠自己，觉得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疗伤的过程虽然很恍惚，然后也非常的疲惫，但是上帝他其实知道我能够承受的痛有多少，所以他也在这段过程当中放了许多小天使在我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左边那张图，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就是跟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我至少在第1个月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放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我那时候的行程有点像是明星，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一定有人陪在我旁边。对，然后再来是，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分手隔天，我妈带我出去走走，然后我一下楼就遇到那个静慧姐还有淑慧姐在做社区的服侍这样子，然后他们一看到我就冲过来抱我，然后一直哭，然后我们就大家都抱在一起哭，然后他们就这个拍我的肩膀，没事的，想哭就哭，多哭一点。对，就是右上角这样有图为证。对，然后那一年也是，我因为爸妈牧会的关系，所以我们第1年来到建成教会，是我在建成的第1个圣诞节，我就是在教会这么多年以来，第1次演玛利亚，第1次当主持人，然后第1次在台上跳舞。对，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好像派了很多的任务让我去做，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这样。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其实恢复的还蛮快的。对，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要做笔记，然后我会想说，我想要观察自己疗伤的进度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在1年、2年的时间，我都有固定写日记。那我看到第3个月的时候，
日记是写的，好像认识自己更多了，但是压抑得很痛苦。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掉眼泪，害怕伤害身边的人，有一段时间都哭不太出来。对，这个比较像是因为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给我鼓励，所以我不想要让这些人失望，所以我想要赶快的，就是急于表现嘛，就是表现的让好像自己已经恢复成好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在感情的疗伤的过程中，有很多情绪拉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在过程中感受到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这些伤口，我就没办法更多认识自己，也没办法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要带给我的计划是什么。对，那时间拉到失恋后的1年，我的日记里写着：我用失恋认识真爱。当我们能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伤口就会从心的深处开始愈合，因为神从不靠感觉吸引我们靠近他。分手3年就到现在大概3年的时间，我很喜欢我现在有的工作跟生活，还有教会的服侍。虽然我没办法确定我在下一段感情中会不会是理想的样子，但上帝告诉我要把它放在首位，并且要把未来放在祷告当中。接下来的这首诗歌是描述了我这3年间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感情，在感到失落的时候，我会每天黏着他，追着他不放。但是好像在又起飞的时候，我就会自顾自的往前走，看重人的感觉胜于神的感觉。就在这样起起落落的日常当中，我感受到上帝他一直陪着我，他知道我的需要，知道我的软弱。以西结书34章16节说到：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不管我们离开上帝多久，都不要放弃回到他身边，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与我们一起找回最初那个单纯依靠他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害怕跌落谷底，不要忘记当初向上的勇气。亲爱天父，赐我一颗更爱你的心，每一天我要更多更多依靠你。失丧的你必找寻，被逐的你必领回，谦卑在
然的医治与释放。我们能接纳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接下来要听陈婉柔姐妹的生命见证，请婉柔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婉柔。那有些人不认识，比较不清楚我是文和贺志梅的女儿。那我是从小就在建成教会长大，从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我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长大。我的家庭、家人都很鼓励我做任何的事情。从小我就做任何事情都很顺遂，不管是在读书上，或者是交朋友、交际，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20几年以来，我的人生都很顺遂。直到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是我22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一阵子我的肩膀酸痛，那个时候我跑去做了 X 光检查，那时候我发现了我的胸腔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肿瘤，7、8公分的肿瘤。那个肿瘤是一个不好的东西。22岁的我呢，那时候我当场被医生宣判我的淋巴癌，就是癌症。当下的我非常恐惧，我的家人也很恐慌。天哪，因为我是个作息这么正常，我不管我在教会上，我都是一个很开心的小孩，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我得了癌症。在那时候的我很难过，没办法接受。但是谢谢大家当时教会的人鼓励，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开启了我的化疗的过程。我要做8次化疗，那化疗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会不断的做完了疗程以后，你会很想呕吐，你吃东西闻到肉或是鱼，你就会想吐。可是你不能不吃，因为你不吃的话，你就没有好的细胞去对抗癌细胞。他们会说你就是要吃，所以有好几次是妈妈煮好了，我是用一口一口用水把它吞进去的，用鱼跟肉都是用吞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吐。那有好几个夜晚呢，我是没有办法躺着睡觉，因为我的胃是有胃食道逆流又胀气，非常不舒服。有好多的夜晚我是坐着睡觉，坐着睡觉的同时呢，我其实身体又会忽冷忽热，又会盗汗，非常的不舒服。那时候甚至有时候会睡到一半要跑去马桶吐，到后面有时候我甚至就直接坐在马桶那里睡觉或者是吐。那妈妈有时候会看到我坐在那，我说我懒得走回去了，就在这里吐吧。对于22岁我的来说，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小孩。我最难接受的可能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我的枕头开始掉头发了，一撮一撮的掉，掉到最后1、2个月后是完全没有了。不好意思，这个是。就这样子1个月1个月，我做完了8次的疗程，终于我已经结束了疗程了。在9月16号的时候呢，是我半年后的疗程要去看报告，要看我的癌细胞有没有被消灭掉了。9月16号那一天，我记得我心情其实是有点开心兴奋，因为对我来讲，哇，我终于不用再进去医院里面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进来医院。一走到诊间，我是用开心的心情，我也跟妈妈说晚上那个订好火锅了，我要庆祝了，都订好了。结果坐在那里等待医生给我宣判，我心想我医治了，一定好了。那当时的医生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的片子，非常的久，沉默了很久很久。我还问医生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医生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你的肿瘤没有变小，反而更大了。我说，我当下脑筋空白，我说怎么可能？我做了8次化疗，肿瘤没有变小吗？我当下我还记得我问医生说，所以我是
没有药医了吗？我是不是会死？那医生对我说，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你的癌细胞太顽固了，普通的化疗是治不好的。我建议你赶快转去台大医院做骨髓移植。那时候我听到骨髓移植，我跟我爸、我妈已经瘫软在那，就像的是连续剧的骨髓移植一样，不就是有可能会配对失败死掉的那一种吗？我已经忘记那当天我是怎么走出去那个医院，我只记得我走出去医院的时候，妈妈搀扶我们两个哭，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绝望，我已经觉得人生是不是没有意义？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有可能会死掉了？因为我做过了8次，我努力了8次，竟然是失败的。那个时候的我非常的沮丧，祷告神，很多兄弟姐妹们不断的鼓励我，写卡片，也有人做诗歌给我听，有人也是会来家里为我代祷，给我更多的勇气。就这样子，慢慢的重拾了一点点的勇气，去面对我下一个挑战，那就是骨髓移植，因为这是唯一能治好我生命的一条路，我必须去做。到了台大医院，开启了我第2次的抗癌过程。这一次更艰辛，因为这一次的化疗要打96个小时。上一次在马街的时候是3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家，而这次是要打96个小时高剂量化疗，5天4夜，癌症的药注射在你的身体里面，它的疗程是多了好几倍。医生也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副作用也是会更长、更久、更痛苦。我记得我开始打高剂量化疗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已经比刚刚之前再更痛苦到我的免疫力下降到不行，我甚至得了蛇皮，全身有神经痛，我需要被推着轮椅进去找医生，说我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免疫力太低，我也不停的吐，每天吐到我觉得我的胃酸都已经我已经看了不知道几次了。除了身体的痛以外，我觉得更痛苦的是心灵的痛苦。我记得当时我住院的时候，隔壁的病房有一个姐姐，跟我得了一样的病。她有一天的半夜，她不停的对着隔壁的，她一直不停对着她爸爸说：“爸爸，我不要做了，好痛苦，好痛苦。”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她说：“我不想活了。”我就在她的隔壁。就是因为这样的影响，开始我心里也开始恐慌，觉得说我会不会也跟他一样，会不会我这次又失败了？所以那一次我突然有点恐慌症上升，我恐慌到呼吸没有办法正常，护士要马上送来了氧气罩，要帮我稳定情绪，打镇定剂，让我好好的可以接受好这个治疗。这个96个小时的治疗。就这样子，还是勉强的做了1次、2次、3次，到第4次的时候，是我精神已经心灵到的，我觉得到的极限。我觉得我真的太痛苦了，我撑不下去。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我把妈妈叫进来房间，我跟她说，我说妈，我真的觉得我做不下去了。你可不可以现在打电话给医生说我不做了，我不想再做第4次了，我要放弃。那天妈妈她抱着我，她哭着说：“你就哭吧，婉蓉，你哭吧，你大声跟耶稣哭着说你不行了。”那一天晚上，我第1次在房间里大哭，我大喊说：“神啊，求你救救我，主啊，你救救我，我真的太痛苦了。”我甚至有点抱怨上帝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受苦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从小信你，到底有什么
用，我一直这样子受苦下去，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好。我就这样主啊，救我，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们在家里的客厅，爸爸正在看报纸，哥哥正在看电视。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这边我就对着我爸爸跟哥哥说：“哎，你们看那边有一个云呢。”接着这个云呢，就变成了一个耶稣的脸。他伸出了双手对我说：“孩子，你到我这里来吧，我会给你平安。”接着我醒来的时候，我是有流着眼泪，我不停地哭。我心想：哇，我20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梦过耶稣。就在我第一次喊着你、呼喊着你的声音的时候，你回应了我。你不只回应了我，你甚至安慰了我，告诉我你就在我这里，他就在我身边，他会给我平安。由于这个安慰，又建立了我一起的勇气，就顺利做完了高剂量化疗。做完了高剂量化疗后，最大的难关来了，就是要到无菌室里面住1个月做骨髓移植。这个骨髓移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有一个时间，你的白血球会到0。有些人因为白血球到0的时候会感染得败血症，甚至就离开了，是有这个几率。在之前我们都写好了同意书，你有这个风险，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当时只有1个人可以进来，而且他要全程穿无菌衣进来，那个人就是我妈妈。那当时就是要隔着玻璃，他们就是爸爸跟哥哥，他们拿着电话要鼓励我，然后看我，但他们就不能进来，因为只能限额1名。那当时也有好朋友，那这是哥哥，这是定信，还有1位朋友。那当时我就只能在里面跟他们就是打招呼，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应该也蛮累的。在无菌室的里面呢，这个是我妈妈，她也是要穿全副武装，穿无菌衣在里面。那这个无菌室里面，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她要每天的测我的粪便和尿要记录好。我每送来的饮食都要全部送去消毒，因为一旦有任何细菌，我就有可能感染。那不管在无菌室里面的生活，其实我已经有几天有点忘记了，因为是很痛苦，无限的发烧，无限的一直在吐，我已经有点神志不清。就这样，我记得在无菌室的某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好像有人在帮我盖棉被。然后我一睁开眼睛，我想看看，是不是我妈妈？因为她在我的旁边。她没有，她住在那。接着那个晚上，第2次、第3次，一直觉得有人在，觉得怕我着凉，帮我盖棉被。然后我张开眼睛，不是护士，也不是妈妈，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就睡着了。后来到了隔天早上，因为我们在无菌室，妈妈每天都会念一个圣经节给我听，鼓励我。她有一个绿色的本子，那个绿色本子她每天会挑1个，然后给我鼓励。那一天早上，她突然念了这个经文给我听：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看到妈妈说铺床，我吓死了。我说你昨天有帮我铺床吗？是你帮我盖棉被？妈妈说她没有。我不知道是谁帮我盖了棉被，但我相信上帝他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他与我同在，他为我铺床，即使我在病，他知道我是婉柔，他知道我的痛苦，他会陪在我身边。就这样子，我又结束了1个月的无菌室的生活。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总共2年来的治疗，我做了8次的化疗，那这一次是没有成功的，4次的96小时高剂量，骨髓移植在里面了24天，
在这之后还有34次化疗，还有2次的胸腔开刀。我终于做完了所有的疗程，就这样子，我要等待着最后的报告。最后的报告呢是在11月25号。我又记得那一天的前晚，我几乎是睡不着的，因为我一直想着，会不会又跟9月16号一样，完全没有用。那一天，我和爸爸妈妈我们在诊间等待，等待的过程，我觉得我们3个人已经听太多失望的报告，都是不好的坏消息，会让我哭惨的。所以那一次，我觉得我也没有信心了。但我们坐在诊间等了3个小时，3个小时，走进去的那一刻，医生对着我说：“这是我的主治医生。”他说：“婉柔，你成功了，你痊愈了，你的癌细胞终于都消灭了。11月25号是我的重生之日，也是6年前的下个月。感谢神派遣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在这时候也给我了很多的帮助，他医治了我。我就是上帝活活生生的见证。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感谢主，上帝在我身上成就了他美好的见证。那我要感谢那时候的婷一，在我化疗的期间，他为了我做了这一首歌，叫《因为你有耶稣》。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不管是你现在有身体的疾病，或者是有心灵疾病，甚至家里有疾病的人，我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们安慰，如同当初婷一给我的安慰一样。不要怕，你有耶稣。
是的，弟兄姐妹，因着你有耶稣，在这些这么多的生命与诗歌的分享，见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变成不一样。就像在过去，许多原本不认识耶稣的撒玛利亚妇人，借着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很多的撒玛利亚城的人都认识耶稣，愿意跟随他。相信在座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不论你认识耶稣有多深，还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过耶稣，好不好？我们在上帝在人的面前，我们立志，把我们的一生的价值，把我们一生的使命都交在耶稣的手中，让我们自己可以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抬得起头来，都可以抬得起头来，得着那永不干渴活水泉源。接着邀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你是我的。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驮，加添我力量，让我容愿意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
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得到补救，全然交托，你比上次超，无所救助恩典丰荣，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